注意衞生，減低食物中毒嘅風險。西貢昌源為指示，超過80年歷史嘅和果子店清源喺上個月26號至今個月2號期間出售草莓大福，有99人食過之後出現腹瀉、嘔吐等症狀。當局喺呢款士多啤梨甜品嘅餡同部分患者體內檢出諾如病毒，清源被勒令停業5日。其後縣有膳食公司上個月底向企業提供便當，超過300人食物中毒，其中一名40幾歲男子喺今個月1號死亡。縣政府話喺死者糞便檢出諾如病毒，但未確認死因係咪同諾如病毒有關。諾如病毒通常同食用未經煮熟貝殼類海產有關，患者可以透過接觸受感染嘅人、食過或者飲過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接觸受污染物件表面而感染諾如病毒。由於風險較為低溫，病毒會更活躍，患者會有嘔吐、腹瀉、發燒等症狀，大部分人可以自行痊愈。日本係港人熱門旅遊地點之一，當地感染性腸胃炎嘅活躍程度近期有所上升。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醫生呼籲計劃或者正喺當地嘅小華要提高警覺，時刻注意個人、環境同食物衛生，又話要避免進食生嘅海產。進食前同魚翅後要洗手，火鍋或者燒烤嘅時候，確保食物前提住先好進食，以減低受感染嘅風險。無線電視記者呂月報導。因涉嫌發動內亂罪被起訴嘅南韓總統尹錫悅獲釋，將會喺非拘押狀態下繼續接受晚年服刑。正喺度停職嘅南韓總統尹錫悅，當地星期六挨晚大約6點，步出首爾看守所，準備返住所。佢向支持者鞠躬，並且揮手致意，現場支持者不斷歡呼。佢透過律師發聲明，感謝12中央地方法院嘅法官勇敢同果斷咁糾正非法行為，並且希望因為佢被受到監禁嘅人盡早獲釋。尹錫悅自從舊年12月頭宣布戒嚴之後，一月中因為涉嫌叛亂被捕，被南韓第一位因為刑事控訴而被獲嘅在任總統。之後高級公